今日我同大家講嘅呢10個印度最震撼嘅真相，絕對唔係同你開玩笑。入面涉及嘅社會問題、歷史恩怨同埋人性嘅扭曲，簡潔啲講，真係分分鐘挑戰緊人類嘅生存極限。特別係當我哋講到每年竟然有高達300萬人喺呢片土地上無緣無故失蹤，而排喺最震撼第一位嘅嗰個現實，更加係令無數男人聽完之後都雙腳發軟、冷汗直流，直頭覺得係一場人生噩夢。如果你以為自己已經好理解呢個世界，但你今日聽完呢啲故事之後，保證你會對生活呢2個字有全新嘅體會。首先，我哋不如先嚟睇下一件最不可思議，亦都係最令人痛心嘅事，就係頭先提到嘅人口失蹤問題。喺印度，每年有高達300萬人失蹤，呢個數字係咩概念？等同於每隔幾十秒就有一個人喺呢個世界上徹底蒸發。想象一下，一個本來熱熱鬧鬧、充滿歡聲笑語嘅家庭，可能只係阿媽轉身去買把菜嘅幾秒鐘時間，或者係爸爸喺火車站去個洗手間嘅轉眼之間，拉住嘅小朋友就已經唔見咗。喺呢度，人口販賣嘅猖獗程度已經到咗令人髮指嘅地步。好多偏遠山村嘅細路仔或者係無家可歸嘅婦女，會被一啲有組織嘅犯罪集團盯上。有啲細路仔會被拐騙去一啲暗無天日嘅地下作坊，每日工作10幾個鐘頭，只得一啖飯食。有啲甚至會被故意整殘廢，然後被送去各大城市嘅街頭乞錢，成為犯罪集團賺錢嘅工具。更加恐怖嘅係，有好多失蹤人口其實係捲入咗極其殘忍嘅器官黑市交易。喺黑市裏面，一個腎、一個肝都可以賣到好高嘅價錢，而呢啲無辜嘅生命就淡養成為咗有錢人延長壽命嘅犧牲品。當地嘅警察面對龐大嘅人口基數同埋落後嘅戶籍管理系統，往往顯得無能為力。好多時候，家屬去報案得到嘅答覆都只係無盡嘅等待。好多父母用盡一生嘅積蓄，行遍大半個印度，就只係為咗返自己嘅骨肉，但最終都只能夠喺絕望之中度過餘生。呢種骨肉分離嘅痛苦，每日都喺呢個國家不斷上演。講完呢樣，我哋又不得不提到另一個等同於信仰，但又極具矛盾嘅地方，就係被印度人視為聖河嘅恒河。喺印度教徒嘅心目中，恒河係由神明嘅淚水同汗水匯聚而成，擁有着洗滌心靈、超度靈魂嘅神聖力量。所以每日都有成千上萬嘅信徒，唔理條河嘅水質幾咁污濁，都會跳入去沐浴，甚至直接用口飲用呢啲河水，認為淡氧可以洗去一生嘅罪孽。但係現實中嘅恒河其實係世界上污染最嚴重嘅河流之一，兩岸有無數間化工廠、皮革廠，每日將幾百萬噸未經處理嘅工業廢水直接排入河中，令到河水入面嘅重金屬同化學毒素嚴重超標。更令人難以接受嘅係，印度人有水葬嘅傳統，好多窮人買唔起足夠嘅木柴嚟徹底火化先人嘅遺體，就會將半燒焦嘅屍體直接推入恒河，甚至連夭折嘅嬰兒、孕婦同被毒蛇咬死嘅人，根據傳統係唔可以火化嘅，亦會直接被綁上石頭沉入河底。久而久之，河面上經常會漂浮着腐爛嘅屍體、骨灰同埋無數嘅垃圾。但就算係淡洋，當地人依然照樣喺河入面沖涼、洗衫，甚至煲水飲。科學家曾經喺恒河水入面檢測出超級耐藥性細菌，超標數量達到驚人嘅幾百倍。但當地人憑着無比強大嘅免疫力同埋近乎瘋狂嘅信仰，依然年復一年地重複着呢個儀式。這種精神與現實嘅強烈對比，真係令每一個外來嘅遊客都目瞪口呆。而除咗大自然同宗教之外，印度仲有一處令人匪夷所思嘅宗教聖地，就係位於拉賈斯坦邦嘅卡爾尼馬塔神廟，俗稱老鼠廟。喺普通人眼中，老鼠係傳播瘟疫、污糟邋遢嘅代名詞，人人喊打。但在呢座神廟裏面，老鼠卻被奉為神明。廟裏面供奉着超過2萬隻黑老鼠，佢哋被信徒親切地稱為卡巴。根據當地嘅傳說，這些老鼠係女神卡爾尼瑪塔嘅指示轉世，代表着神聖嘅靈魂。因此，每日都有無數嘅信徒從全國各地趕來，帶着新鮮嘅牛奶、糖果同椰子來供奉呢啲老鼠。神廟嘅地面上密密麻麻，全部都係跑來跑去嘅老鼠，空氣中彌漫着一股難以言喻嘅酥油、牛奶同老鼠糞便混合嘅味道。信徒們會赤腳走進神廟，如果老鼠喺你嘅腳背上爬過，或者你食到被老鼠咬過嘅食物，會被視為極大嘅恩賜同幸運。更不可思議嘅係，如果有人不小心踩死咗一隻老鼠，他必須用一隻同等重量、用純金或者純銀打造嘅老鼠來作賠償。
對於極度注重衛生嘅現代人來講，呢度簡直係傳染病嘅溫床。但奇特嘅係，歷史上呢度從未爆發過大規模嘅鼠疫，這種與自然界常理相違背嘅奇觀，至今依然係一個未解之謎。再嚟，我哋要講到一個更加深層次、融入咗印度人骨髓嘅社會制度，就係延續咗幾千年嘅種姓制度。雖然印度政府喺1950年宣布廢除種姓制度，並在法律上規定人人平等，但在現實生活中，尤其係佔人口大多數嘅農村地區，種姓制度嘅陰霾依然無處不在。種姓制度將人分為4個等級：婆羅門、剎帝利、吠舍、首陀羅。而喺呢4個等級之外，仲有一群被稱為達利特嘅賤民，佔咗總人口嘅1/6左右。這些賤民被認為係世俗間最污穢嘅存在，他們不能與高種姓嘅人同用一口井水，不能進入神廟，甚至連他們嘅影子落到高種姓人嘅身上，都會被視為一種污染。他們一出生就注定只能從事最骯髒、最危險嘅工作，比如手工清理、下水道、搬運屍體、清掃垃圾等。儘管現代社會提供了一些教育和就業嘅保障名額，但社會階層嘅固化同歧視依然根深蒂固。高種姓與低種姓之間嘅通婚被視為極大嘅禁忌，每年都有不少年輕男女因為跨越種姓嘅戀情而被家人以榮譽謀殺嘅名義殘忍處死。這種將人一生下來就劃分貴賤嘅制度，依然像一條無形嘅枷鎖，緊緊束縛着數以億計印度人嘅命運。如果講到生活細節，大家一定會想到印度嘅衛生環境，特別係極度缺乏廁所嘅問題。喺印度，露天排便係一個歷史悠久嘅社會習慣，即使喺科技發達嘅今日，依然有數以億計嘅人習慣在野外、鐵路邊或者河灘上解決大小便。這不僅僅是因為貧窮，更深層次嘅原因係源於印度教文化中對潔淨嘅理解。許多人認為，在自己居住嘅屋企裏面建廁所係一種不潔，會招來神明嘅憤怒，所以他們寧願選擇去大自然中排泄。這種習慣帶來了極大嘅衛生隱患，污水流入水源，導致霍亂、傷寒等傳染病常年流行。更嚴重嘅係，這對女性嘅人身安全構成了極大嘅威脅。因為世俗禮儀嘅限制，婦女們通常只能在天黑之後或者天亮之前結伴去偏遠嘅灌木叢中上廁所。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極易成為犯罪分子襲擊、性侵嘅對象。近年來，雖然政府大力推行清潔印度運動，建造了數以百萬計嘅廁所，但要徹底改變人們根深蒂固嘅思想觀念，依然需要一條漫長而艱辛嘅道路。講到交通，大家都可能喺網上看過印度火車外掛嘅奇特畫面，但這背後其實伴隨着驚人嘅死亡率。印度嘅鐵路網絡非常龐大，每天承載着數千萬人嘅出行需求。因為運力嚴重不足，加上票價低廉，火車車廂內部常常擁擠得像沙丁魚罐頭一樣。在一些特殊節日或者上下班高峰期，車門口甚至車頂、車窗外都會掛滿了人。在這種極度混亂和擁擠嘅環境下，每年因為墜軌、撞擊或者觸電而死亡嘅人數多達2萬多人。很多人為了趕時間，會直接橫穿繁忙嘅鐵軌，或者在火車進站時強行攀爬。對於他們而言，生命在生存嘅壓迫面前顯得有些微不足道。那種為了生存而拼盡全力嘅掙扎，在我們看來或許只是一幕幕奇特的景觀，但對於當地人來說，卻是每天都要面對嘅生死考驗。不過，相比起肉體上嘅辛苦，精神上同文化上嘅束縛先至係最折磨人。在印度北部嘅一些古老城鎮，比如被稱為聖城嘅瓦拉納西和維倫達文，居住着成千上萬被社會遺棄嘅寡婦。在傳統嘅印度教觀念中，丈夫嘅去世被認為是妻子克夫帶來厄運嘅象徵。在過去，甚至有殺帝這種要求寡婦在丈夫嘅火葬柴堆上自焚殉葬嘅殘忍習俗。雖然這種不人道嘅儀式早已被取締，但現代寡婦嘅處境依然十分淒涼。他們會被夫家奪走所有財產，然後被無情地趕出家門。這些無家可歸嘅女人只能流浪到聖城，住進簡陋嘅收容所裏。他們每天只能穿着象徵不祥和哀悼嘅純白紗緞，靠着為寺廟唱誦、讚美詩，獲取微薄嘅施捨和食物度日。他們被剝奪了再次尋找幸福嘅權利，甚至連參加親友嘅婚禮或喜慶活動都被視為會帶來霉運。在這些寡婦之城裏，無數蒼老嘅面容背後，都是一段段被社會、家庭拋棄嘅悲慘故事。他們只能在孤獨和貧困中，靜靜地等待着生命嘅終結。
而喺呢個國家，除咗人際關係嘅束縛，法律同行政效率都係一個極大嘅奇觀。印度嘅司法系統以其令人難以置信嘅緩慢和低效而聞名於世。根據統計，目前印度各級法院積壓嘅案件數量高達4000多萬宗。這意味着，如果你在印度捲入了一場普通嘅土地糾紛或者民事訴訟，從立案到最終宣判，可能需要花費幾十年甚至上百年嘅時間。很多時候，原告和被告都已經相繼離世，案件依然在排隊等待審理。這種遲到嘅正義，在很大程度上等同於正義嘅缺席。因為司法資源嘅極度匱乏和官僚主義嘅繁瑣程序，許多犯罪分子得以長期逍遙法外，而一些無辜嘅嫌疑人則可能在未經審判嘅情況下，在看守所裏被關押了幾年甚至10幾年。這種制度上嘅漏洞，極大地削弱了法律嘅威信，也讓普通百姓在面對不公時，往往選擇忍氣吞聲或者尋求私力救濟，從而引發更多嘅社會衝突。與此同時，生存嘅基本環境都成問題。每當冬春交替或者收穫季節過後，印度北部，特別是首都新德里，就會被一層厚重、刺鼻嘅黃褐色霧霾所籠罩。新德里常年位列全球空氣污染最嚴重城市嘅前列。這裏嘅空氣污染不僅僅是因為汽車尾氣和工業排放，更主要嘅原因在於周邊農業邦嘅農民為了省時省力，會集中焚燒數百萬公頃嘅農作物秸稈。加上冬季氣流停滯，成千上萬噸嘅煙塵、有害氣體在城市上空聚集，久久不能散去。在污染最嚴重嘅日子裏，空氣中嘅細懸浮微粒濃度會超過安全標準嘅幾十倍。呼吸一口這裏嘅空氣，相當於每天吸幾十支香煙。醫院嘅呼吸科人滿為患，尤其是老人和兒童，深受其害。然而，因為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嘅矛盾，加上各聯邦政府之間嘅互相推諉，這個關乎數千萬人生死健康嘅問題，至今依然找不到行之有效嘅解決方案。人們只能在霧霾中一邊咳嗽，一邊無奈地生活。好啦，最後我哋終於要講到排喺第一位，真係等所有男人都聞風喪膽，完全冇男人頂得順嘅終極現實。這就是印度獨特而畸形嘅婚姻文化，以及背後隱藏嘅恐怖社會現象——搶新郎與反嫁妝法嘅雙重噩夢。在傳統嘅印度文化中，女方出嫁時必須向男方家庭支付極其高昂嘅嫁妝，這筆嫁妝嘅數額往往大到可以讓一個普通家庭徹底破產。如果女方給嘅嫁妝不夠，新娘在夫家會遭受極其殘忍嘅虐待，甚至被蓄意謀殺。這就是臭名昭著嘅嫁妝命案。然而，這種畸形嘅高額嫁妝制度，在一些貧困地區卻催生出了一種針對優秀男性嘅恐怖犯罪——搶新郎。在比哈爾邦等地，一些家境貧寒、根本無力支付高昂嫁妝嘅女孩家庭，為了能讓女兒嫁給有體面工作、受過良好教育嘅高種姓男子，會選擇僱用當地的黑幫勢力，在街頭、學校甚至辦公場所，直接將目標男性綁架。這些被綁架嘅年輕男子會被關押起來，遭受毆打和威脅，直到他們屈服，在窗口下與陌生嘅女孩完成婚禮儀式。如果男子拒絕配合，他們甚至會面臨生命危險。這種強迫婚姻在當地甚至形成了一條完整嘅黑色產業鏈。即使事後男方報警，由於婚禮已經既成事實，加上傳統觀念和地方勢力嘅干預，法院和警方往往也難以處理。許多年輕有為嘅男大學生、醫生或工程師，每天出門都提心吊膽，生怕自己一不小心就成為了被綁架嘅對象。這種被逼與完全不認識嘅人結伴一生嘅恐懼，對任何一個男人來說都是無法承受之重。但你以為不被綁架，正常結婚就安全了嗎？更讓印度男人感到絕望嘅是，旨在保護女性嘅反嫁妝法被廣泛濫用。為了壓制因嫁妝引起嘅虐待和謀殺，印度法律制定了著名嘅第498倉條款。這條法律規定，只要妻子向警方投訴丈夫或其家人存在因嫁妝問題而進行嘅騷擾、虐待，警方在無需任何實質性證據，也無需進行事前調查嘅情況下，必須立即逮捕丈夫以及起訴書中提到嘅所有男方家屬。這本是一部保護弱者嘅法律，但在現實中卻淪為了部分家庭矛盾衝突中女方用來報復或敲詐男方嘅利器。一旦夫妻發生口角或感情不和，女方只需一紙訴狀就可以讓丈夫年邁嘅父母，甚至還在讀書嘅兄弟姐妹，在一夜之間全部鋃鐺入獄。在實踐中，男方往往需要花費數年嘅時間和巨額嘅律師費來證明自己嘅清白，但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嘅名譽、事業和家庭早已被徹底摧毀。
這種隨時可能因為一句怨言就面臨滅頂之災嘅法律環境，讓無數印度男性在婚姻面前感到極度嘅恐懼和無力。這也是為什麼說這個關於婚姻嘅現實，真係沒有任何一個男人能夠承受得住。睇完呢10個關於印度嘅震撼現實，我們不難發現，在這個古老而又現代嘅國度裏，極致嘅繁華與深重嘅苦難總是並存嘅。科技可以讓他們嘅探測器飛向月球，但幾千年累積下來嘅陳規陋習、社會體制嘅漏洞，依然像一塊塊沉重嘅基石，壓在每一個普通人嘅肩膀上。我們在驚嘆於這些奇聞怪事嘅同時，或許更應該慶幸自己生活在一個和平、法治且相對公平嘅社會環境中。生活嘅荒誕有時候遠比電影更加離奇，而這些真實發生在地球另一端嘅故事，就是最好嘅證明。